1979年2月26日，中正国际机场嘛，就是今麦通恒国际机场正式启用。今天上午9点20分，由香港飞来的国泰航空公司的一架 DC-10三星客机最先降落在中正国际机场的跑道上。今仔日坐这台国泰水空班机的旅客有52位，其中44位办理入境，有8位只是过境。这旅客对中正国际机场完善的现代化设备拢真懊恼。2003年2月26日，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亚洲象林梦过身186年。林梦是我第2战服役的缅甸一战象，后来轰出来台湾安置，伊是真侪台湾民众囡仔时代的回忆，大家拢叫伊林梦阿公。希望他在天上可以过很快乐的日子啊！林梦阿公过身了，动物园举办1个月纪念活动，各出动画电影纪念大象林梦。